好来，继续来看前总统蔡英文已经到德国，要来参加到柏林自由会议，而且发表着演讲。驻美国的代表如大雷讲，蔡前总统说落来要访问美国时，搁等无几天咯。这是引起着社会各界的关切，因为过去蔡英文在任的时阵，拢是以过境外交的方式来经营着台湾甲美国的关系。说落来，是不是会当正式来访问着美国，真受注目。 2013年，小英总统出访过境美国洛杉矶，甲时任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伫瑞金图书馆会谈。如今蔡英文下任，无立刻有机会正式访问美国。华府台湾同乡会举办感恩节的餐会，咱台湾的驻美代表朱大瑞讲，蔡英文真有可能会出访。 其实去年10月，美国媒体特别报道，蔡英文有可能会前往美国，而且当时指控指出，美国总统的大选，共和党甲民主党的政要可能拢会小姐找伊翕相。我们要出发了。今日访问美国也无确定，要到目前，蔡英文已经搁再展开欧洲行，已经交外交是无hiệu产的工作，将伫柏林自由会议发表演说。 活动的官方网站佮用前台湾总统甲称呼，蔡英文已经和德台民间论坛的主席包水汉，自经济到民主，讲到台积电伫德国的投资，而且蔡英文是伫11月初9去到德国，拄好是柏林围墙崩塌的日子，将有机票意义。有媒体问讲，台湾甲欧洲的关系是毋是搁较大吧？蔡英文应讲，咱大家继续努力。 保像在任的时，以过境外交经营台美的关系。蔡英文下任后，已经出访欧洲过6摆，这个改变有可能会影响美中台3国的关系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